準新娘控訴酒店失當，婚事擱置。27歲化名影情嘅準新娘拍咗條短片，控訴酒店失當，搞到佢結唔成婚。喺1年之前，我同我嘅未婚夫去婚紗展，我哋選擇咗富豪香港酒店作為婚宴場地。佢哋訂咗7月24號擺14位，點知到6月，影情嘅爸爸心臟病發，要推遲擺酒，最後揀咗9月18號。佢話酒店嘅職員確認咗4次呢一個日子冇問題，但係點知佢話唔好意思啊，因為我睇錯咗個電腦啊，原來嗰一日咧已經有人 book 咗噶啦，我嗰時啦成個人都崩潰咗，叫我哋點樣同啲親戚朋友交代咧？因為咁，佢2次企圖跳樓。而家醫生診斷我患上好嚴重嘅抑鬱症，同埋我已經冇晒心情去食嘢，都好想嘔翻晒出嚟。厭食症令佢由原來嘅116磅激瘦到得返90磅。呢件事仲令到2家人反咗面，婚事亦都告吹。佢要求酒店退返俾咗嘅69000蚊訂金同賠償20萬嘅婚禮支出，但係上星期酒店發信話根據合約拒絕額外賠償。到尋晚深夜，酒店都仲未就事件回覆我哋。有婚禮顧問話，各間酒店酒樓有唔同嘅條款，新人落訂簽約之前要睇清楚。